首先，我要為大家介紹 OpenQuiz 寫作協助工具。呢個工具主要係用喺中文寫作同埋英文寫作方面，會逐步引導孩子從構思到完成寫作結構，充分發揮佢哋嘅寫作能力。當我哋登入 OpenQuiz 之後，再選擇練習，然後就會出現小學1年級至6年級嘅選項。我哋會選擇孩子所讀嘅年級，而家我就以小學4年級做一個示範。首先選擇中文，再選擇中文寫作。寫作嘅畫面，我哋分別會見到作文題目、學生作文以及3個功能嘅按鍵。我哋亦都會列出香港小學生喺每一年級普遍大概需要文章寫作嘅長度作為參考。當然，真正需要嘅文章長度就應該視乎孩子嘅學校同埋課程。正如我之前所講，呢個工具可以引導孩子從構思到完善寫作結構，發揮佢哋嘅寫作才能。而相信好多家長都會覺得自己嘅小朋友喺寫作方面遇到好多困難，例如佢哋有好多中文字唔識點寫，又或者佢哋嘅詞彙唔夠豐富，所以寫出嚟嘅文章都太簡單，又或者太口語化。而呢個工具呢，就會成為你嘅好幫手啦。家長亦都要明白，普遍小朋友可能好抗拒寫作文章。家長首先可以鼓勵小朋友口述文章嘅大綱。口述文章嘅大綱唔一定要用紙筆寫落嚟，可以利用好多有語音輸入嘅功能產品，例如我哋嘅手提電話或者 Google Document 裏面嘅語音輸入功能。而家我會做一個示範。作文題目：第一次騎單車。然後我會放入一篇小學4年級嘅口述作文，再按轉換為書面語。經過一陣之後呢，我哋嘅 AI 工具就生成咗一篇新文章，內容呢係盡量保留小朋友嘅原創作，只係將口語嘅文字或者句子轉換為書面語。另外，我哋嘅功能呢，亦都會列出呢學生版同埋 AI 版嘅文章，令學生同家長可以容易識別邊一啲文字或者句子係比較口語化，從中學習書面語。我哋嘅工具亦都提供咗一啲建議，進一步擴展學生嘅寫作思路，從而充實佢哋嘅文章內容，同時亦都令文章嘅長度更加切合要求。然後家長可以鼓勵小朋友利用我哋嘅寫作思路建議，創造出佢哋嘅第二稿。小朋友完成創作文章嘅第二稿之後，可以透過我哋嘅優化文章工具，令到文章有一啲不適合嘅邏輯、分段同埋整體結構作出少量嘅修正。由於呢一個係示範，我會直接將 AI 文章作為小朋友嘅第二稿文章，放喺學生文章嘅空格上面，然後按優化結構鍵。經過一陣之後，我哋嘅 AI 工具生成咗一篇新文章。你會發現文章嘅句子調整咗，加入咗適當嘅連接詞，而且段落亦重新組織。家長同小朋友亦都可以就住列出嘅學生版及 AI 版嘅對比，一齊討論同分析，了解邊一個部分作出咗調整，再加上修正說明，清楚說明邊一個部分需要修正，幫助小朋友創作第三稿。如果希望小朋友學習優化文章中嘅用詞，令到文章用詞修改得更為優美流暢，可以透過我哋嘅優化用詞工具，將小朋友完成嘅第三稿文章再次放喺學生文章嘅空格上面，然後按優化用詞鍵。由於呢一個係示範，我會直接按優化用詞鍵。經過一陣之後，我哋嘅 AI 工具生成咗一篇新文章，列出學生版及 AI 版嘅對比，
亦都列出邊一啲詞語作出咗修改，希望小朋友可以從中學習新用詞，增加佢哋嘅詞彙。家長可以透過我哋嘅寫作協助工具，同小朋友一齊討論佢哋最終稿文章。如果你鍾意呢個功能，快啲申請成為 Open Quiz 嘅會員啦！